讲到立法院开议啊，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大家人拢在让这个头壳下的温度，才入去议场。这包括行政院长甲立法院长嘛无例外。今日嘛是尤锡坤头一摆上阵主持宴会，伊承认讲有淡薄仔紧张，讲到伸手上路，讲敬请包涵，啊是讲今日呢朝野呢党团拢真团结，作为防疫，会内嘛宣读朝野党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共同声明。第10届第1会期开议，每一个人拢爱量下温才去入去。行政院长苏贞昌甲立法院长尤锡坤拢无例外。尤锡坤第一次主持宴会，表示淡薄仔紧张。亲手上路，敬请包涵。立法院长第一天主持，紧张，就伫面前，国民党立委做伙向镜头发声。跟院长召集协商，2月24日星期一协商完成后。随后为伫苏贞昌面前强烈表达诉求，不过朝野立委难得团结，无陪甲宴会进行，就是要做伙拼防疫。议场内嘛宣读朝野党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共同声明。且误将台湾列为中国大陆疫区的一部分，导致台湾被部分国家实施出入境管制或停航。本院严厉谴责中国大陆阻挠台湾参加 WHO 及 WHA 之打压行为。立委做伙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接纳台湾，会当让更较侪国家受惠，全球防疫工作，嘛会更加有成效。